大家好，又係我 Candy 超1111。而家我同阿 M999對戰，呢場對戰由我開始先嘅。Nexus 驗知結晶石，回合完結。Start step, call step, door step, main step。唔講日文好冇？好啦，唔講喎。Base 仲有一隻火下佢王乜？咁早召喚咪踢 B，打埋。用生命值。OK。而家有6粒。兩個巨士跟住啊，哇！幾粒高？呢隻升上2級，呢隻又升上2級。Enter。哇！冇嘢好做添，咩啊？好嘅，你講嘅。鋼鐵一級水平啊，兩隻多。1、2、3。召喚呢隻。呢隻唔記得咩龍嚟，我唔鬼記得。火山岩。係咩？算啦，冇所謂。呢個都係升翻2級水。喂，咁嘅。攻擊階段岩角巨龍攻擊，火山面龍嘅效果幫佢加 BB 1000，幫地龍嗰啲。即係2000。馬克蟲子。OK。Enter。真係冇嘢做。你講㗎。而家4粒 call。鋼鐵一級先。驗知結晶石效果幫自己有效果技術啲，不如加多個輕價標誌，所以我俾1粒夠啦。聽講冇技術，冇效果技術，係冇喎真係。係咩？哦，咁俾多粒咯，是但冇所謂。跟住呢隻攻擊，呢隻 B 加5000，再加多1000，6000。6000唔高興。冇擊突啊？冇。新隻硬接咯。有。紅色 core 算難揾咯喎。得啦。都彎散嘅。整到巢晒。洗牌嘛。唔係佢咁樣擺落。之前已經整到啦。經常性洗牌佢。經常性。快啲啦！無聊嗰陣時又洗。唔錄得幾耐㗎啫呢部機。仲有9分鐘。水慢。哇！好大隻添。呢個鋼鐵1級水平，對低勇氣召喚。講真，佢依副 deck 已經冇 base 㗎啦已經。呢隻攻擊6000。殺蟲彈。Enter。好正。
邊？哇，1000咁大隻嘅。夠唔夠錢使先？快啲啦，都係7分幾鐘。 7分半。N 啊？死碌哥。打。6000。Enter。我而家有隻 B 7000一隻，6000一隻，5000。影唔到啊！影唔到線。咁。你影到半張快卡。啲啦！仲有6分半鐘。點算？星騎士。係喎，自己為3以下係咯。咦？唔係啦，變成 cost 4啊嘛。cost 4咪減1咪啱咯。哦。哦係喎係喎，冇嘢冇嘢。咩啊？拍啦。對。搞啦。哼，我知咩策略啦咁樣。你諗住肯定會召喚神速，跟住就萬二啊！12000啊？咁咩？39000係喎，12000喎。用生命值講。打 first time 少隻。點擋啊呢隻？2000啊？係啊。 5000擋咯。死咗。打隻。12000。你唔係打咩？係打。喂，我死咩唔係？1000喎。哼，死啦今次。打。拜拜。